台湾美国商会今公布2024年商业景气调查报告，有8成受访者对台湾未来3年经济保持乐观。不过，报告嘛显示，两化关系也是企业上界关注的。多数会员拢希望会当进来签第2批双边贸易协定。国内经济伫咧去年11月12日连续出现2个黄蓝灯，表示有慢慢伫咧复苏，不过力量无介强。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4商业景气调查，结果显示有8成5个受访者对未来3年的经济前景较有信心。因而对于台湾政府未来1年到3年的重要任务，有5成2的受访者认为是两化关系，显示两化关系永远是企业上关心的风险。Even more in Taiwan, if some of the trade barriers and red tape were removed. While there are certain challenges to doing business in Taiwan, these can be overcome. 除了内地两化作为优先的政策，过来是企业重视的是人才培育、能源、人口老化加国安的问题。大部分的会员也拢肯定台湾甲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，并且支持签署第2批协定，快速来实施全面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。As Taiwan has just completed its election cycle in January, the United States is moving it into the peak of its election cycle in the coming months. Therefore, there is a sense that urgency is needed now to clos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21st Century Trade Initiative. 调查结果有4成3的受访者对国内现行的监管环境感到不满。认为台湾的法规无顺应社会不断的变化加经济需求做充分的改变。另外有7成1的受访者对绿色能源的可行性表示担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